另外，再來看頂日啊，一台大貨車是駛佇彰化縣溪州鄉的這個中山路，不過這台車呢，煞雄衝去弄這個對面的車道，一直到弄到主體才停落來。駕駛快態是毒品的陽性的反應，這槍內嘛，互人超到喪屍分彈，也閣有改造的槍。檢方認為，這個姓陳的駕駛是涉嫌公共危險等罪嫌，所以法院佇拜三已經裁定該收押。大貨車駛佇車路，唔知影什麼原因煞失控，駛為對面車道，佇車閣衝去弄面體，車頂載的大型紙管搭甲規塗骹，面體外口轎車甲鐵門嘛弄甲密密麻麻。代志就發生佇拜二下晡，彰化縣溪州鄉的中山路，附近民眾聽到車禍聲音，攏嚇一跳。在裡面是聽到突然外面有聲音，就跑出去。當時他在車上沒有下來，他看起來好像有點人不太舒服。內底規個亂糟糟，司機咧傷寒啦，你哪有人咧弄這型的？車當咧厝即嘛無代志，咧看偌寒。警方趕到現場處理，除了姓陳的駕駛受輕傷，加載並無其他民眾受傷。警方嘛對這位掠水駕駛實施毒品快態，呈現陽性反應，擱佇車內超出依托迷失分彈，加安非他命的用具加改造手槍，專案依照公共危險罪等罪嫌移送偵辦。經警方現場對駕駛實施毒品唾液快篩初步快篩呈陽性反應另目視車內發現有疑似改造槍支依托迷子煙彈及吸食器等證物那依法查扣並送驗檢察官訊問後認涉犯毒駕等罪嫌重大，並有再犯之虞，已向法院申請羈押獲准。檢察官偵訊了後，認為這位姓陳的嫌犯接毒駛車，而且涉嫌違法藏手槍有公共危險的顧慮，向法院申請羈押。法院也佇拜三暗時裁定收押。檢方表示，毒駕對社會危害真大，為5月中到今申請接毒駛車的疑兇性羈押已經有36件，裁定收押，會繼續嚴格抓毒駕，保障民眾性命甲財產安全。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